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较紧的，伫头前。狗啊，就是这。大概来动物园，拢会经过圆形的大间厝。阿姊讲，这是热带雨林馆，唔知内底拢带什么款的动物。行，咱来去热带雨林探险。恁来小赛我啊！哇，哪有鸟仔咧飞？小人，是小人偷走出来迄件啦！遐有狗仔囝呢！阿姊，狗仔囝走出来啊！爱紧甲动物管理员讲，互伊转去处理。乐乐免紧张，迄是面头警狗，伊毋是偷走出来的哦。台北市立动物园的热带雨林馆是模仿南美洲 Amazon 河的流域环境起造的。你看，这个圆形天棚宽度有24公尺，差不多是20个乐乐馆。鸟啊会当自由飞，动物嘛会当自在行动，互咱会当近距离观察动物伫雨林内底是安怎生活的。哇，是孔雀！热带雨林内敢有孔雀？孔雀小姐，你敢会展开羽毛？我是车鸾先生啦。是咧，我认唔着人啊。恁甲孔雀生了足像的。定定有人叫阮孔雀，但是阮是车鸾，甲孔雀是无共款的。安尼你甲孔雀要安怎分咧？会当看阮头壳的色水。孔雀的头是真青色的蓝色，阮青鸾头暗粉的蓝色较无遐明显。安尼，恁敢会像孔雀共款展开尾溜？当然嘛会，阮青鸾甲孔雀共款，拢有长长的尾羽毛，展开的时阵会当看到阮的羽毛顶悬，亲像目睭共款的纹路。其实青鸾甲孔雀展羽毛。拢是想要跳互介意的查某囡仔看，只是热带雨林馆内底目前住的是我的兄弟，所以阮平常时是无咧舔羽毛。唉，莫讲遐济啊，刷落来就由我青鸾来担任你的导览员，做伙来认识我的雨林好朋友。好，青鸾先生，这个面头警狗，哪会一阵一阵走来走去啊？哦，你阁知影因的名哦？这个面头警狗，甲伊带做伙，做伙食饭，做伙洗门，嘛会做伙溜来溜去佚佗。因的头白白，看起来敢若一碗面啊！面头警狗头顶有真黄的白毛，伫青色的雨林当中真明显。不过你看伊的面，其实是乌色的呢。有影呢。咱继续行。啊，迄只乌色的鸟啊，喙真大。来这雨林，我是大喙鸟啊。大喙鸟啊好，我是乐乐。你的喙真正足大的呢，而且是黄色的。嘿嘿，我的喙毋但是黄色，阁有一个大乌斑哦。我身躯顶的毛毋但乌色，你看，还阁有白色的装头。有影呢，你敢若咧穿西装同款，真缘投。啊，袂使安尼啦，你哪会咧相拍？毋是啦，这是我甲阮某小金的方式哦。大个9月开始，到过当当的2月，是阮生囡仔的季节。阮某一天会当生24粒卵，然后我会甲伊做伙来孵卵，照顾囡仔。你是一个真缘投的好老爸。这哪会遮暗，有淡薄仔恐怖。这是夜行性动物区。嘘，伫遮讲话爱较细声咧哦，莫甲因吵着。夜行性动物？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约看卖，什么是夜行性动物？1. 暗时看袂到的动物。2. 暗时才活动的动物。3. 暗时会变身的动物。答案是2。夜行性动物是暗时活动的动物。
内底看起来红红暗暗，是为着要互夜行性的动物，就是即马是暗时，因才会起床食饭佚佗。这个狗目睭足大，乐乐看到的是好视叶狗，大大的目睭，互因伫暗时会当看到较侪光线，伫暗烁烁的雨林当中掠着通脱。哇，足牛诶！是啥人住伫内底？敢若有物件咧叮当？遐是树拖的厝，树拖，伊敢毋是叫树树？树嫂嘛会当叫做树拖，就是大家伫网咖内底会看到，动作真慢的动物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哈，树树爬出来啊！乐乐，真幸运呢！即马爬出树屋的是二指树蛇，因嘛是伫时困，暗时才会出来食物件的夜行性动物。看起来，因今仔日精神袂歹呢。真好食。嗨，树树你好，你食物件阁不正紧呢？多谢你啊！嘿，不过是安怎你会叫做二指树树啊？小朋友，要看卖，二指树蛇名的由来是啥物呢？一，伊有两支前脚脚；二，伊有两支后脚脚；三，伊分别有一支前后脚脚。答案是一，二指树蛇有两支前脚脚，后脚脚有3支哦。伊连鸟啊，像三更仔共款，会当稳稳啊挂伫树身顶悬，伫涂骹颠倒歹行。哎呀，让我一个。嘿嘿，安尼树树敢拢伫树顶生活？树树要变数的时阵会爬落来，不过呢，因一礼拜敢若需要去一摆变数哦。真少，我一工就会去1、2、3、4。我听讲人一工就要去5、6摆变数呢。伊阁当去房间去困啊？咱莫甲吵，继续对头前行。真有足侪鱼啊！这是啥物鱼？身体扁扁，咧跳波浪舞。伊咧看我呢。这是红鱼，乐乐看到像目睭的器官，迄其实是红鱼的片孔。莫看伊古锥的模样，长长的尾溜顶头是有毒刺的哦。安尼这个鱼敢拢会当生活做伙，袂互红鱼插着？乐乐放心，鱼丁伫水内底会当和平斗阵。讲到水，乐乐想看觅，这个大鱼肚仔内底的水是正水，也是啉起来咸咸的海水？一、正水；二、海水；三、透蓝的。答案是一、正水。亚马逊河是河水，所以这个鱼住伫正水内哦。迄只鱼足大的。哦，迄是河林区，体型上大的正水鱼臭豆鱼，会当活到60岁哦。看鱼仔游来游去，足快活。咱继续向前行。哎呦，有蚊啊！河林环境若动物介意，蠓虫嘛真介意，所以探险家到河林区，一定爱会记咧穿长黄的衫哦。头前的阿姊是咧创啥？保育员咧饲绿后芳好食饭哦。绿后芳好，这种鸟的名真特别，阁有蓝色的尾溜呢。食着真好势，你看，伊会当食保育员弹出来面包糖。今届导览嘛差不多要结束啊，我嘛要去食饭咯。好，多谢车鸾导览员。哦，
馆有足侪动物甲食物，拢看袂完。乐乐敢会记你今日拄到倒一寡动物？我今仔日拄到甲孔雀无共，但是热心的导览员车鸾，甲伊困的地质树鼠，阁有好老爸大喙鸟啊，头顶白白的面头警狗，经过水底磅空，内底带红鱼，甲体型上大的臭豆鱼。我阁知影热带雨林区的鱼丁住伫遮水湖内底，甲咸咸的海水无共款。对啊，我阁看到面头警狗伫树梢厝头前佚佗，足热闹。无毋对，到热带雨林馆参观，会记你互动物自在行大，千万唔通黑白摸动物，嘛袂当四界凊彩等粪扫。尤其是车鸾，伊真介意会发光的物件，像树林糖包装纸顶顶食物粪扫甲纸油啊，真有可能互因吞落去造成危险。我一定袂黑白等粪扫，嘛袂黑白饲动物食物件。乐乐敢知影，全世界有一半的动物、食物拢住伫热带雨林区内底呢。原来有遐尼济，阿姊，安尼咱后届过来继续认捌热带雨林区内的动物好无？当然好啊，后届佫继续来雨林探险。小朋友，热带雨林的动物足济哦，你阁想要熟悉什么动物呢？会记得写批寄到乐乐批手甲我讲哦。多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星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星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，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